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演揚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學會潘雪芬副會長及黃少強居士聯合主持，現在開始。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收聽演揚妙法。我哋呢個佛學節目係由安省佛教法相學會製作嘅。潘副會長你好，黃居士你好。上次你終於同我哋解釋完八識規矩頌嘅第一首頌文啦。呢首頌係講述我哋嘅前五識同六位51個心所之中，頭嗰五類邊啲心所相應嘅。雖然第六類嘅不定心所不與我哋前五識相應，但係我都想知道呢啲不定心所係包括啲乜嘢嘅呢？好啊，睇下唯識30頌嗰度點樣講呢個不定心所啊。佢話不定慧、悔、眠、尋、伺二各二，可見呢不定心所咧係共有4種嘅，就係悔、眠、尋、伺。嗱，所謂不定就係染淨不定、善惡不定。我哋先睇睇佢點解先。首先睇下個悔，呢個悔心所咧，又叫做護作，係追悔嘅意思。所以追悔就係悔嘅直接作用，即係話咧，對於以前所做嘅事，心生追悔，或者係對自己以前所冇做過嘅某啲嘅事，亦都會係心生追悔。嗱，由於有呢個追悔嘅擾動咧，就係有障礙內心嘅安寧啊，導致唔能夠入定。呢個就係悔嘅間接作用。若追悔前時所作嘅惡事咧，呢個就係善法啦。我哋以前所做咗啲唔好嘅嘢，曾經做過啲自己而家認為係錯嘅事，咁我哋追悔從前所作嘅惡事，嗱，咁呢個心理狀態咧就係屬於善嘅。但若果追悔前時不作善事咧，亦都係善法噃。即係話以前曾經可能有個人問我哋借錢，我哋唔借俾佢，咁後來發生咗一啲唔好嘅事，咁我哋就追悔話，如果我哋當時肯借錢俾佢咧，咁可能就唔會發生呢啲事啦。即係話追悔以前不作善事咧，嗱，呢種嘅心理狀態都係屬於係善法噶。咁嘅情況，呢個悔咧就屬於善法。但係若果追悔前時所作嘅善事，或者不作惡事咧，呢啲咧就係不善啦，屬於惡噶啦。即係話追悔以前，譬如幫咗人吓，或者係借咗錢俾人，因為呢啲係善事嚟噶。但係而家自己少咗錢啦，嗱，咁呢種咧屬於惡。或者追悔以前，點解以前冇打壓佢咧？而家俾佢超過錢咁，嗱，如果你打壓人咧，呢啲都係屬於係惡事噶。咁所以呢種嘅情況係屬於係不善。嗱，由此我哋可以知道呢個悔心所咧係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嘅，係屬於不定心所所攝嘅。悔係可以善，係可以不善嘅。眠。嗱，呢個眠心所係喺我哋睡眠前嘅心理作用，唔係生理狀態嚟噶。由眠嘅作用
令到我哋嘅身體唔能夠自存，係冇力用嘅。由於有眠，我哋嘅心呢係極為暗昧，缺乏觀察力量。呢個就係眠嘅直接作用。我哋有呢個眠嘅心理作用出現，呢個係當我哋瞓着覺之前嗰段嘅心理作用嚟噶。如果有眠呢，我哋乜嘢都做唔到嘅，個心係極為暗昧，係缺乏觀察能力。呢個就係眠嘅直接作用。嗱，由於有呢個眠啊，就障礙我哋嘅慧觀不起啊！呢一個就係眠嘅間接作用啦。由於我哋缺乏力量，個心極暗昧咧，我哋係冇可能係修觀，亦都唔會可以生起智慧，係一個不能夠判別，冇呢個能力嘅。呢個就係眠嘅間接作用啦。嗱，咁下邊嗰個咧就係尋啊。嗱，而家所講嘅尋同埋我哋一陣間所講嘅伺咧，呢兩個心所都係推求嘅心理活動。嗱，佢兩個嘅分別咧，只係淺深強弱嘅分別嘅啫。尋咧就係尋求嘅意思，呢個係我哋意識所行嘅境界嚟噶，或者係事，或者係理。我哋產生咗一種比較粗淺嘅、較弱嘅推度同埋探求嘅作用，喺我哋嘅內心咧就會顯現一種比較急迫嘅狀態。嗱，呢個就係尋嘅直接作用啦。由於有尋啊，就能夠引致我哋嘅身心安住，尋而有所得，就能夠身心安住。若果尋而無所得咧，就引致身心不安住嘅情況嘅。呢一個令我哋個心安住與不安住咧，就係尋嘅間接作用。呢個尋心所咧係冇自體嘅，係以思同埋慧心所嘅分位假立。嗱，個尋嘅狀態咧就係思強慧弱。即係話我哋呢一個推求嘅尋思係屬於比較強啲，但係呢個狀態呢個慧咧吓，屬於係比較弱，呢個係屬於尋。咁我哋又睇一個伺咯，伺嘅作用同尋心所基本上係一樣嘅，佢只係比較深細，個慧力係較強盛嘅。意思即係話嗰個智慧係比較強盛，係個慧力較強嘅推度探求嘅作用，而喺個內心咧，亦都係有顯現呢個逼急嘅狀態。呢個都係伺嘅直接作用。由伺而有所得，於身於心，係引住安住嘅情況；而伺而無所得咧，係於身於心咧，係引起不能安住嘅情況啦。呢個係伺嘅間接作用。個伺心所咧，亦都係冇自體嘅，只係以思同埋慧心所分位假立。嗱，個伺咧就係思弱慧強，個思心所係弱，而個慧心所咧係比較強，就係伺啦。我哋以上所講呢四個悔、眠、尋、伺四個不定呢，兩個係有體，兩個係無體嘅，即係話兩個係有種子，兩個係無種子嘅。悔眠係有自體嘅，而尋伺呢係無自體，係以思同埋慧心所分位假立嘅。嗱，咁樣不定嘅四心所可以係將佢分成兩對嘅。悔眠係第一對，係有自體性，通於染淨善與不善，即係善與惡啦，所以叫佢做不定。尋伺呢就係第二對啦，
係以思同埋慧心所分為假立嘅，亦都係通於染淨，通於善惡嘅，亦都係不定所攝。由呢兩對心所都係通於染淨二法，所以喺唯識三十頌裏邊，佢話係二覺二。二覺二，即是話悔、眠與尋伺呢兩對心所都係通染淨二性，所以兩個係有體法，兩個係無體法，得呢一個不定心所嘅名。嗱，我哋講完不定心所咧，咁總共六位51個心所咧，我哋都同大家介紹過噶啦。呢一首頌裏邊呢，只係講呢一個前五識與心所嘅關係嘅，與前五識相應嘅心所有法，即係心所啦，總共係五類34種嘅。第三句呢，就係話遍行別境善11，即係話與前五識相應嘅心所有遍行心所、別境心所同埋11種嘅善心所。咁第四句中二大八貪嗔癡咧，就係前五識與兩種嘅中隨煩惱、8種嘅大隨煩惱同埋貪嗔癡等3種嘅根本煩惱相應。第一首頌嘅最後嗰兩句就係包括晒51個心所裏邊呢，係34個心所。但係我哋咧，由於方便大家學習，所以就將呢個六位51個心所咧，都同大家介紹過。嗱，咁我哋喺開始嘅時候都講過，八識規矩頌裏邊嘅第一種咧，係講屬於係染方面嘅前五識噶吓。第二首頌咧，亦都一樣講呢一個染嘅前五識。咁我哋可以先同大家讀一次，然後下一次咧就解釋。嗱，第二首頌就係五識同依淨色根，九緣七八好相鄰，合三離二觀塵世，愚者難分識與根。我哋下次咧就開始同大家解下呢一首頌嘅內容啦。為你細說佛菩薩同高僧大德嘅事跡，為你介紹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專講人地事。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講到長壽皇后誕下長生太子之後，長壽王認為帶住個嬰兒到處逃亡實在太危險啦，為咗大局着想，迫不得已將個仔寄養喺一個忠心耿耿嘅舊臣家中，等佢可以喺平穩安全嘅環境之下成長，有機會學習文韜武略、音樂奇藝等等各種技能。正所謂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眨下眼就過咗10幾年啦。長生太子已經成為一個氣宇軒昂、文武雙全又精通音樂嘅美少年啦。呢10多年來，只要情況許可，長壽王夫婦一定會去探望個仔嘅。但係每次分別嘅時候，大家都總係依依不捨咁。有一次，長生太子卒之忍唔住追問點解佢唔可以好似一般小朋友咁得到父母關懷愛錫，而要寄居喺別人家中？長壽王聽見個仔咁講，不禁問心有愧。佢覺得長生係個心智成熟、品性善良嘅年青人，應該會體諒父母唔可以親自照顧佢嘅苦衷嘅。
於是就將憍薩羅同迦尸兩國之間嘅恩恩怨怨，以及當日以讓國祈求停息戰爭嘅事，詳詳細細咁講晒俾長生太子知道啦。長生太子聽完之後，非常敬佩父親呢種悲天憫人、愛民如子嘅偉大情操，立志要以此作為榜樣。佢本來打算以後要同父母甘苦與共，永不分離嘅。無奈長壽王認為目前嘅環境仲未適宜一家團聚，所以同個仔匆匆話別之後，兩夫婦又再浪跡天涯啦。喺佢哋返回迦尸國途中，無意之間發現一個景色宜人、仿如世外桃源嘅地方噃。其實長壽王夫婦早就厭倦呢種驚弓之鳥嘅流亡生活噶啦。既然而家長生已經長大成人，又清楚自己嘅身世啦，不如就喺呢度定居，一家三口共享天倫之樂啦。佢哋諗住安頓好一切，又種植啲穀物蔬果，然後就接長生嚟一齊居住嘅。經過幾個月辛勤努力，終於開始有收成啦。有一日，當長壽王做完田間嘅工作，坐喺一棵大樹下邊休息，打算食午飯嘅時候，有個瘦骨嶙峋、軟弱無力嘅老人家一拐一拐咁行到嚟。佢望住長壽王手上嘅食物，不斷咁吞口水，睇情形佢一定係餓咗好耐噶啦。長壽王慈悲心起，就將自己手上僅有嘅米飯同清水遞俾佢啦。呢位老人家，山間村野冇乜嘢好嘅食物可以招呼你，請你接受我嘅粗米飯同清水供養啦。多謝布施啊！真係好啦，我已經3日冇食過嘢啦。係呢，睇你滿面風塵，似乎行咗好遠路咁。請問你打算去乜嘢地方啊？我係由好遠山區度嚟嘅，因為聽見人講，憍薩羅國嘅長壽王樂善好施，經常都舉行布施大會，周濟啲窮人嘅，所以行咗好耐，希望去到憍薩羅國，求佢施捨啲財物俾我，等我一家大小唔使挨肚餓啫。係咧，唔知長壽王而家係唔係一樣咁慷慨咧？唉，呢啲已經係10多年前嘅事啦。而家長壽王自顧不暇，仲邊有能力布施俾大眾啊？我一心以為挨咗咁耐，一家大小就快可以有好日子過，估唔到一場歡喜一場空啦！你老人家唔好難過啦，實不相瞞，我就係你要揾嘅長壽王。你就係長壽王？點解你會變成而家咁噶？講起嚟就長篇。迦尸國嘅梵豫王入侵憍薩羅國，發動戰爭，
我唔想老百姓為我受苦，所以甘願捨棄皇位，隱姓埋名，到處流浪。總之，我而家身無長物，冇能力布施金錢財物俾你，累你不幸一次，真係唔好意思啦。算啦算啦，唉，日日都為我自己冇福。不過我唔知呢副老骨頭仲有冇本事行翻去咯。老人家，雖然我冇能力布施俾你啫，但係我條命仲好值錢㗎。我知道梵豫王到處懸賞緝拿我，只要有人通風報信，令到梵豫王捉到我，不論生死都會論功行賞。不如你就帶我去見梵豫王啦。你居然肯為一個唔相唔識嘅人犧牲性命？呢位老人家發夢都估唔到，眼前呢個衣衫襤褸、幾乎同自己一樣咁窮嘅人，就係昔日貴為一國之君、樂善好施嘅長壽王啦。佢更加估唔到，長壽王居然肯為一個素未謀面嘅人犧牲性命嘅。呢啲亦都即係佛教所講嘅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啦。咁結果會點呢？我哋留翻下次再講。信佛係咪一定要皈依㗎？啲人成日話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燒元寶蠟燭、金銀衣紙嗰啲，係咪即係？又話唔應該殺生嘅，咁啲蛇蟲鼠蟻，我見到有人劏雞殺鴨，甚至成隻燒豬抬去還神。唔係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老老實實啦，究竟邊個菩薩最靈先？點解呢？咁嘅潘會長啊，有位張小姐問，佢話自從有套電影用嚟做戲名之後呢，無間道呢3個字就用嚟形容嗰啲做臥底嘅人或者係工作嘅。佢聽人講無間道係出自佛教嘅噃，咁到底佢真正嘅意思係乜嘢呢？張小姐，我哋首先睇下無間道嘅梵語係咩先？阿難達呀瑪爾噶，其實係指斷除所應斷嘅煩惱，而不為煩惱所障礙嘅修行，由此可以無間隔咁樣進入去解脫道。嗱，所以咧又叫做無礙道。無間道係4道之一，係喺加行道之後，喺解脫道之前嘅。俱舍論卷25佢話：無間道者，為此能斷所應斷障。所有煩惱都係喺無間道嗰度斷除嘅。喺16心見道裏邊，8忍都係屬於無間道。由修道所斷嘅惑呢，喺9地各有9品，所以能治呢個煩惱嘅無間道呢，亦都係有9品㗎。其中斷除有頂地第9品嘅煩惱之後，最後嘅無間道呢，我哋叫佢做金剛喻定。嗱，所以好簡單嚟到講，無間道就係斷惑，即係斷煩惱嘅種子，而解脫道呢，就係證真，係證真理為佢嘅目標。因為無間道所斷嘅惑呢，都仍然係留啲殘餘嘅習氣，去到解脫道嘅時候呢，將呢個習氣寫埋，宣證得寂滅嘅真理嘅。咁所以無間道係一個好高層次禪定境界，係要將我哋嘅煩惱種子燒毀，係佛家修行嘅一個境界。聽完潘副會長解釋之後，大家知道無間道原本同臥底甚至係反臥底係完全無關嘅。如果大家都有啲關於佛教嘅問題，
或者對我哋演揚妙法呢個節目有咩意見，歡迎各位傳真到905-707-1275，或者係電郵到 bds2009@ymail.com。好啦，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又夠啦，下次再會，拜拜。演揚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學會潘雪芬副會長及黃少強居士聯合主持，現在經已播放完畢，請各位喺下次節目時間繼續收聽啦。本節目部分廣播經費由各地熱心人士捐助，謹此致謝。